来互相请安。所以这时我要请咱起立，也当齐各位兄弟来讲，真欢喜，记得比咱大家来敬拜上帝，齐各位兄弟来请安，请安了，请你家己注意，咱们来用这时光，我欢喜，因为我是这样的。咱互相来请安，平安。 Oh
大的样啊。若是有一天主耶稣问你讲，你听我嘛？你要甲主耶稣讲，主啊，我听你。你想主耶稣会爱你去做啥物货？我想这个问题放伫咱的心内，咱去想就好。咱要怎表明咱对主的听，就是遵守、行出上帝诫命甲教示。你才问我讲，上帝教示、上帝诫命是啥物？请你来参加礼拜三暗时的查经班。黄牧师伫每拜三暗时，即马咱咧查考马太福音，就是耶稣互咱的教示。要咱遵守的，拢记伫即内底，所以这叫做自负性行销。若是黄牧师的拜三无方便来，唔要紧。礼拜日11点要做啥物？圣经图馆主任伫遮招生，做主任真辛苦，爱找老师，爱搁找学生，烦恼无老师，爱叫烦恼无学生，所以请大家斗相共一下，咱会当相共来看上帝话，你就知影，咱要来听主耶稣。若是跩拢袂记的，袂紧，只要记两项代志，你着尽心、尽意、尽力听主你的上帝，再来着听厝边亲像家己，请你甲隔壁的厝边讲，我要听你。我要听你。你隔壁，你甲厝边讲，我要听你，伊就来。我要听你。隔壁的，若是你的太太，伊嘛是你的厝边，你爱好好甲伊讲。但是听你嘛是咱的厝边，咱来开玩笑。先生讲嘛爱听，无出咧发声啦，佮听较大力咧，咱的先生就听较大力咧，好，咱就大家跟这首歌，咱来听咱厝边来表扬咱对上的听，耶稣专献你，耶稣专献你，耶稣专献你，你会唱着无？耶稣专献你，专献你，耶稣专献你，耶稣专献你，耶稣专献你。所以，咱就用咱的心，用咱的歌，用咱专心，用咱的专力，咱来敬拜咱的上帝，多谢上帝，咱来去画主上帝。